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真冷吼，真寒啊！伫咧真寒的天气，阮嘛是要来学乐咱的主上帝。咱做伙献开信息第72首。咱做伙来吟第1节甲第4节。哦，路转顶的主上帝，做花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开来拯救，你着我路尊重。听你的人丢进你的心底，甲我同心欢喜称赞。第4节。我着真啊，五路天边，五路伊大管理，世间真人拢着做声，五路伫伊面前，因公阿弥，救主因公大喜天，因愿五路伊的恩典。好，第2首咱搁做伙来献开第154首。这首敢若大家较无熟对无？哦，因为我嘛真无熟。啊，那么所以咱等下咱就四节拢，咱4节拢唱唱看。哦，我们熟悉一下这个旋律。好，来做回来。阮求是心对天讲理，因天的花就更温馨。你对天地灵高地面，温处满满美好万美。好，咱等下咱搁较慢一首啊，好无？搁较慢一首啦，吼。咱对第2节啦，第2节，从慢一点点哦，因为这没有拍子。你所予我小你温书，你爱我命为路有，我的心目不无明，你属公平美好之意。我没有努力，无退背行是心三位一体。第3节。阮求信心，使我有慧，为主做工拢免团开，甲来大水当心好比，一切歹事求你洗清。我没有努力，
条歌，咱就是要记得换气，吼，要记得找到地方换气，逗号我们就换气，吼，哦，咱搁看，咱今仔日要做伙来赞美的有一条就是190首，因为咱今仔日没有诗班，所以咱就爱请咱大家会众做伙来赞美。这条大家敢有较熟，嘛无熟，吼。因为恁知的信息会比我搁较侪，所以我若是听到这条我较无熟，吼，所以我嘛是搁要问大家，恁有敢是无？有敢是阮着练习比较少变啦，吼。大家无熟，那就我嘛来唱3节哦，吼。我听耶稣的声讲明，你拢踮这世间，因那路苦来我面前，道路拢有平安。我听伊讲心里欢喜，随时主去吹伊，心里平安快乐的因定耶稣身边。我听耶稣温柔声音，我命最全是我。吹得的人落来那伊心里痛的因我，我听伊讲受着免的欢喜叹伊主你，不知爽快真是加倍，因无艰苦的事。我听耶稣的声有讲，我是世间的光，心外的人为的起诉，徛去光明中远。我听伊讲掠头观看，定光抹我心意。耶稣真光，因我不必让我行到一世。Sorry， 刚刚拍成我刚刚那2个字变我唱唔对吼，大家不要跟我唱一样的吼，咱作为安静心。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咱三个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72首，
圣诗第72首，阿罗全能的主上帝。会众请起立，咱来念全首。欢迎徛咧，咱来公读新的界面。新的界面，圣诗头前有，咱大家做声来来念。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的，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25篇。伫圣诗的后壁面的第39页，启应文第25篇，我来请兄弟姊妹来念。对圣诗121篇来的，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你是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我很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年日中间，
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伫你的疼爱内面得到十足的平安。主啊，伫遮尔冷的天气，我要用火热的心、欢喜的心、感谢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我确信，因为你的恩典，阮所有罪的人，会用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互阮通安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甲你来亲近。互主通求主，互阮伫甲你亲近的过程中间，帮助阮，保守看顾阮的心，排除所有会影响阮甲你亲近的因素，互阮会当用专一的心智来服侍你、敬拜你，将阮的心灵甲心识表现出来，得到你的欢喜。阮恳求主赐福看顾阮，互阮每一人的心备办好势，通来迎接你所要带来的祝福，互阮明白你的心意，小事快乐，互阮照你的心意去行，来荣光你的名。人民世间咱的上帝，伫过去的日子，原有意也是无意中间，伫言语有差错，伫行为有过失，有互人伤心跋倒。求你通过主耶稣的保护来洗清阮的污秽，搁伫逐项来合适基督的款式，持守真理的道路，来闪避世间的迷失甲引诱，互阮拢通照你的教示行伫世正的道路。这时求主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透过真传道的信息，互阮会当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互阮将今仔早起的敬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引带带领。我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今下骹是学老，啊，要今日圣歌队无伫的，所以咱会长，咱用190首，190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咱做声来学老上帝。190首，请会，咱也念全首，请会长，请起立。咱来看上帝的话，今日要看圣经有2个所在，一个所在是
路加福音第3章第15节到22节，啊，搁一个是使徒行传第8章第14节到17节啊。咱的周报后壁面有登录，来我来读，请各位兄弟姊妹来详细听。路加福音第3章第15节，民众在期待，大家心内想讲，约翰检采是基督的时，约翰对大家讲：我用水甲恁洗礼，毋过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特别来，我连甲伊头围大拢袂堪得，伊要用信心甲火甲恁洗礼。伊的手举粪机，马将麦田的麦拨清去，麦仔收入仓库，麦香就用麦花的火甲伊烧掉。耶稣对民众传福音，用真侪无共款的讲法甲因劝勉。不过约翰责备分封的王希律，因为伊有带弟夫希罗底做某，阁因为伊有做真侪歹代志。这以上，阁有做一项阁较歹的代志，就是甲约翰关落监。第21节，民众拢领受洗礼了后，耶稣嘛来领受洗礼。伊在祈祷的时，天开，圣神降落伫伊顶面。形状亲像粉鸟，佮对天有声讲：你是我所疼的囝，你我真意爱。第二个所在是使徒行传第8章第14节到17节，我来念。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撒玛利亚人已经接受上帝的信息，就派彼得甲约翰去因遐，因落去。就为着遐个信徒祈祷，互因通得到信心。因为遐个信徒拄受洗礼，归伫主耶稣的名，信心也未降落伫因中间任何人。彼得甲约翰甲因换手，因就得到信心。愿上帝宝贵的话会当成做咱的支持甲帮助。下骹咱要请赞传道来甲咱传扬上帝的信息，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你是我疼的囝。请传道。各位建成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吼，今仔日阁有安尼款的机会来到大家。来咱教会，甲大家做伙来敬拜，那做伙来领受，甲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会知影吼，今仔日是2025年的正月12号，也是讲今年咱已经过了10几天咯。毋知影大家新的一年伫遮过了安怎呢？我还记得伫学生的时阵吼，特别是若是咱伫小学的时阵、国小的时阵吼，常常有迄个时阵，也有即个叫做作文课，咱来写作文。常常互咱来鼓励讲，咱要甲家己的新年的新的愿望来写落来。我毋知大家即摆敢也有安尼款的习惯，就是今年的时阵、新年的时阵啊，我今年有啥物期待？我今仔日有啥物？今年有啥物规划？透过即个方式来鼓励、来激励家己讲。可能阮是要考试啊，伫学生嘛吼，阮有啥物考高中，阮已经无考高中即件代志吼，考高中、考大学或者会考试，啊是讲搁较重要的生涯的规划，可能我以后想要做啥物款的头路，做啥物款的备班，要考啥物款的证照等等。也毋过伫咱的生命中间，也有真济毋是靠咱的努力有法度完成的期待。像你讲，若是讲这个世界和平哦，听起来已经伤大啦。这毋过吼，咱应该拢期待会使活伫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中间。上少咱食饱、食饭、食饱无烦恼。毋过咱嘛知影，社会上总是有逐款的问题、逐款的议题。像最近的这个房价太高，高房价、低工时、低薪吼。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讲，这个时阵，咱总是会期待啥物呢？
基台会有一个有能力、够清廉的这个国来会使来治理国家的总统的政府。毋过，咱回头来看咱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对咱1996年开始第一届的总统的直接的民选开始，咱已经有经历过8届的这个总统的选举。毋过，敢若无任何一个总统真正是会互所有的人拢满意的。所以，咱嘛总是必须面对一届搁一届的失望。安尼款的无奈，安尼款的失落，其实嘛同款发生伫耶稣时代的即个犹太人中间。对路加福音的背景来看，犹太人因对即个弥赛亚的即个期待，是亲伫因的宗教信仰以及历史的经验的中间。弥赛亚是啥物呢？咱大家听过弥赛亚，咱直接讲的时候，弥赛亚就是耶稣。毋过对耶稣迄个时代，毋是安尼。迄个时阵，弥赛亚其实是或者弥赛亚伫即个原文原本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或者受膏者，受即个膏抹的即个人。啊，啥物人会受膏抹呢？君王，王会受到膏抹，还是讲祭司，因有可能会受到膏抹，受膏者。即个概念是源出自于伫即个旧约的圣经，尤其是即个咱的先知书，旧约的先知书内面，有即种对将必来的救赎者的即个预言。将有一个弥赛要来到这个世上，他会成为拯救者。犹太人因相信讲，弥赛亚伊是大卫王的后裔，伊是一个互上帝、互耶和华上帝拣选的领袖，因会恢复以色列的国度，带来真正的和平甲公义伫这个社会中间。伫耶稣的迄个时代。犹太人因其实是因毋是家己自治他们没有独立，因是受伫即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因的民族的自由以及因的宗教的自主权受到即个罗马政府的压迫，这更加深因对即个弥赛亚的期待，因为阮的即个社会受到真侪的即个失望啊，即个压迫，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弥赛亚，即个君王会来拯救，来即个帮助咱。因期待的真侪的即个犹太人，因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以及军事上的即个国王的救世主。因期望讲吼，弥赛亚来，互因带领这犹太人因来推翻罗马帝国这种外邦人的这种统治，重建大卫王朝的即个荣耀。毋过犹太人因嘛渴望弥赛亚会使实现先知所预言的即个上帝国的降临，上帝国的降临意思就是互世界来充满公平甲公义。实际上吼，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有分很多的派别吼，就是不同的这个神学跟不同的路线，所以因对伫弥赛亚到底实际上应该是安怎款的模样，因无一个就是统一说好的这个答案，大家拢有共款的想法。不过大致上吼，因是希望一个王，这个政治上政治上的这个领袖，会带领来推翻这个罗马政权。在这个背景之下嘛，出现了真侪先知，也是讲列比，因会将家己当作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的弥赛亚其实有很多。我咱即摆已经知影讲，弥赛亚就是耶稣，但是对迄个时阵的犹太人来讲，因无遐尼确定。有非常侪的即个弥赛亚出现，就是可能有一个较有名的先知，有较有领袖这个魅力的这个列比就是迄个老师吼，就是常常会在那边教导很多学生的。这个人出现的时阵吼，民众犹太人应该开始期待讲，这个人是毋是就是迄个传说中的迄个预言中的这个弥赛亚，迄个君王？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其实个反映出这种实况。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咱有讲到讲，这个百姓因期待基督的来临，所以因就开始咧又想讲，这个约翰伫这个旷野来行洗礼的这个约翰，伊敢会就是迄个基督？他是不是就是那个弥赛亚？看起来约翰吼，就是咱头拄仔所讲的，伫这个背景之下，伊受到非常侪人期待的这个救助，伊是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热门的人选。
也毋过，即个时阵，咱搁爱先来问一下，讲啊，约翰伊是啥物人？约翰是谁？对路加福音的经文来看，伊对出生进前，约翰伫出生进前，伊就是一个受到期待的特别的人物。安怎讲呢？咱若是有看过即个路加福音的第1章甲第2章，咱会知影讲，即个约翰伊的老爸撒加利亚，伊是犹太的祭司，也有伊的母亲伊丽莎白，因拢是非常敬虔诚的即个犹太人。即个因为这个撒加利亚伊是一个大祭司吼，咱知影这个犹太人啊，伊若是要去献祭的时阵，它是一个被关起来的地方，祭神兽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其他人拢袂使入去。啊，发生的代志就是发生伫撒加利亚伊咧献祭的时阵，这个时阵天使加百列个出现，伊个来对这个撒加利亚讲你的太太，你的某就是伊丽莎白，伊会怀孕生囝，你爱将这个囝号名叫做约翰。啊，约翰伊出现了后，天使嘛有预言讲，这个人伊是要来替真正的救主，替弥赛亚来比班斗罗。他不是说你是弥赛亚，而是说这个孩子，这个囡仔伊是要来加做这个所说这个开路先锋，这个 pioneer 吼，就是你要来替这个真正的救主来比班斗罗。啊，这个约翰伊生出来了后吼，伊嘛真正是照着这个拿细耳人，这是古有的一个规例啦，吼，就是他们要怎么样子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就是拿细耳人的规定这样。约翰伊唔单单只是伫旷野来大汉，也出现伫犹太人的面前来呼吁他的宣道讲道，呼吁这犹太人恁爱悔改，恁爱备办因的心来有备来迎接上帝的国要降临。也毋过其实更较有意思的一点吼，就是这个约翰啊，他其实也是跟约书是有关系的。伊甲耶稣是这个亲情哦，而且拢咧讲呢，咱知影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中间有看到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因其实是远房的这个表亲，就是这个表姐妹的这个关系呢。这个时阵吼，就是天使咧宣告，咱嘛是翻头去看啦。天使咧宣告，这个约翰要出生了后，伊就去找玛利亚，甲玛利亚讲，你将要生一个囡仔，伫这个在世女玛利亚，吼有言讲耶稣将要降生，宣告天使嘛，直接甲玛利亚宣告讲，你要生的这个囡仔，伊就是至关上帝的囝儿。也是讲，伫路加福音的第1章甲第2章，咱有看到两个看起来敢若有小可相共的故事，就是这个天使都去找这个去找爸爸找妈妈，告诉他们说，你要生一个囡仔，这个囡仔有啥物特殊的任务，啥物特殊的身份。其实咱已经非常的清楚的知影讲，就是这个耶稣伊才是这个弥赛亚嘛，啊，约翰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毋过这是咱看这个经文，咱知影，我们已经看有点像看小说，你已经破梗了，你已经知道说这是谁才是那个弥赛亚这样。也毋过伫耶稣迄个时阵的犹太人，伊毋知啊，我怎么知道呢？就是我无听到天使对我讲话，我只是看到这个约翰他出来传福音，伊出来传福音的这个引起非常侪人的这个。军队约翰去来，互约翰来行洗礼，因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因会期待讲，是毋是这个约翰的事工遮尔成功，遮尔侪人来介意伊，所以这个时阵，这个约翰的这个布道活动，伊的宣告会活成功呢？毋敢若是真侪犹太人去找伊来行洗礼，这犹太人中间甚至也有这法利赛人，咱伫。若是对新约的圣经福音书熟，我咱就知影，法利赛人今日出来反对耶稣，但是约翰的这个宣讲成功啊，有一寡的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因拢去找伊来这个宗教领袖拢来去找约翰的呢。所以咱会使讲，迄个时阵的约翰，伊兴起的一个宗教复兴，伫这个犹太人的中间兴起这种宗教复兴的运动，所以伊会互人期待讲，伊就是迄个。旧约中的弥赛亚，其实一点拢无会互人感觉意外。咱拢就嘛知影吼，约翰伊毋是基督，约翰其实伊家己嘛真清楚伊的身份甲伊的角色。伊知影伊是迄个先出现，要为着真正的弥赛亚来避难道路的人。伊知影讲有一个能力比伊搁较悬、搁较大的人要来，伊就是替伊来偷下大拢不配。
看起来约翰伊敢若无互伊家己的即个成功的即个事工来卖血，伊提守家己的身份甲角色，甚至伊嘛因为伊讲真话，他说真话来得罪希律王，最后伊个因为安尼牺牲伊家己的性命。也毋过伫约翰的事工的中间上界特别的一件代志，可能就是伊为着耶稣来行洗礼。咱知影约翰伫即个旷野，伫即个约旦河边，替非常侪的犹太人来行洗礼。伊毋敢若是为遮犹太人来行洗礼，伊嘛替耶稣来行洗礼。这个行动伫咱来看吼，可能会有一点觉得好像违反直觉，因为照理来讲，伫咱特别是伫咱的教会中间，若是要行洗礼啊，应该是牧师来对咱的遮信徒来行洗礼。也是讲，就是由一个这个属灵的前辈、属灵上面的这个前辈来替这个属灵面顶的晚辈来洗礼。安尼耶稣伊哪会需要约翰来替伊行洗礼呢？我们直觉上会认为耶稣他应该就是那个救主嘛，为什么他还需要约翰来替他洗礼呢？也毋过，咱若是安尼认为，咱可忽略这个行动背后真正的主角。真正的主角其实是迄个互天拍开的圣神。经文甲咱讲当耶稣受洗的时阵，天就开啊，有形状敢若正影的圣神临到伊，宣告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意爱你。即个短短的一句话，咱其实即摆袂常常会讲吼，就讲即个话的即个圣神，就是背后就是迄个上帝安尼。即短短一句话，互传达两个信息。一个是透过圣神的显现来表明讲上帝甲耶稣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情绪上这个感情上的这个意爱，我喜悦你，我介意你，我意爱你。也是讲除了这种客观、客观的这个关系，上帝是爸，耶稣是囝，这个关系了外，要有一种的是情绪上是感情上面的这个连结。伫神学的这个历史中间，曾经有针对这个经文有真侪的这个辩论吼，就是讨论这样子。有一寡神学家因叙述一个情景讲，就是耶稣是伫洗礼的时阵，圣神临到伊的时阵，伊才互上帝收契囝，就是收养来做这个成为他的儿子，这样就是所谓的四子说，这是在这个神学的历史上面，在曾经有讨论过的问题。当然，后来这个讲法，这个神学的观点，真侪更较侪的神学家来反对。咱嘛唔是相信这套的神学，但是这幅图，这个圣灵降临、耶稣受洗的这个图像，伊确实表达了耶稣伊真做真正的弥赛亚。伊真做真正的弥赛亚，伊并唔是要满足犹太人的期待，因期待一个军事上的君王要出现的这个期待。耶稣伊毋是要来带领犹太人来反抗这个罗马的政权，建立家己的国家。重点在伫伊甲上帝之间的关系，透过圣神的降临，互咱一幅清楚的图像，一个象征。受圣神的洗礼，这个咱虽然伫这个福音书中常常来讲到受圣神的洗礼，伫新约后壁咱看到使徒行传嘛，常常讲到这个受圣神的洗，但实际上咱大概真歹来想象讲受圣神的洗礼是安怎的一回事吼？因为咱洗礼的时阵，咱无真正看到有正影对天飞来嘛。我们洗礼的时候，应该不会有真的看到鸽子飞下来这样子。那安尼，咱要安怎来分辨受水的洗礼甲受圣神的洗，都位有无共款？哪里不一样？若是咱对今仔日所读的第二段的经文，也就是《使徒行传》的经文来看吼，咱会看到个伫耶路撒冷之外，这撒玛利亚人，因已经有奉耶稣的名受洗了。安尼敢若也无够，使徒伊另外找即个彼得甲约翰伫这个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中间，因透过画手伫因的头壳顶，互这个撒玛利亚人因嘛领受圣神。对这个经文的描写来看吼，敢若领受圣神必须有特别外在的这个显现来看，安尼才算数。毋过安尼款的讲法，若是成立的话，上大的问题就是
咱中间有真侪人，阮中间有真侪人，可能拢毋是这种灵恩派的这个教会内面，咱的祈祷，咱嘛袂这个方言的来祈祷。咱敢讲咱的洗礼个无算啊吗？各位兄弟姊妹，我伫遮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已经洗礼的人，会使举手无？已经有洗礼，已经洗礼对，已经洗礼，看大部分是有洗礼，对。安尼，你是伫倒位洗礼？是伫咱长老会洗礼的，请举手。原本就是伫长老会洗礼，减有就是原本你是伫外教派，毋是伫咱长老会洗礼，后来才来到咱长老会，敢有安尼款的兄弟姊妹？有几位兄弟姊妹是原本毋是伫咱长老会洗礼安尼。其实这嘛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讲到洗礼这件代志吼，我家己嘛是对细汉伫长老会来中大成人。阮知影讲，咱长老会有所谓的即个小儿洗礼嘛，就是囡仔伊出世可能无偌久，还是讲也是囡仔的时阵，由伊的父母带来到教会内面用牧师来甲伊行，用水来行洗礼安尼。我嘛是我的印象中吼，我细汉的时阵嘛是，就是因为我最细汉就是伫长老会来大汉，我的父母因嘛是长老会的信徒，所以我小时候就是接受这个小儿的洗礼。虽然阮有受这个小儿的洗礼，毋过咱嘛知影吼，其实你领受着小儿的洗礼后，你袂使领圣餐。领圣餐是必须爱等你大汉了后，你受着这个坚信礼了后，你才有法度来领圣餐。这应该对吧？吼，就是没有任何的争议这样子。这是所谓的修集会员嘛？我们这个和会上面会说，我们有多少小额会员，就是受过小额洗礼的，然后你还没有受到坚信礼的这样。那当然我们会有咱有分啦，咱长老会有分讲，这是小儿洗礼，还是小儿洗礼后坚信礼？我家己是小儿洗礼后坚信礼，还是讲你已经是成人啊，你是有成人洗礼安尼？不过这种对咱来讲吼，就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就是小儿洗礼、坚信礼，其实不是所有的教会拢是安尼，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这个接受这个模式。例如讲，伫浸信会因的系统内面，因其实无小儿洗礼，他们是没有小儿洗礼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安尼呢？因为对因来讲，洗礼应该是信徒因家己自愿的行动。阮已经相信，而且才有相信上帝是我的救主，我自己认信，就是认这个信仰这样子。我家己认信，我家己有对我过去的罪来悔改，我才来接受洗礼，是我家己的决定。因为这个囡仔吼，因无法度有这款的信用的表达啦，他不懂，他什么都不懂嘛，出生这样，所以其实咱的小儿洗礼对伊来讲，对因来讲。敢若是一种你的父母来替你决定你要洗礼无，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个概念这样。你讲来，那是安怎咱长老会会接受小儿洗礼，咁要这么麻烦分两届的洗礼呢？其实按照咱长老会制度，还是讲我们背后的这个神学，它其实都有意义。就是说，基督徒的父母将因的囡仔来带到上帝的面前。用正人面前宣告，爱用基督化，要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要用基督教的信仰来教育、来教示这个囡仔，用基督的听来陪伴教育，互这个囡仔来长大成人。这背后的意义是安尼。其实同时就是在这个洗礼的过程当中，咱嘛期待中，因为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典礼嘛，咱嘛期待中，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兄弟姊妹来成做这个家庭甲这个囡仔的支持这个孩子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成人。透过这个教会，咱一个群体的这个支持，互这个囡仔以及这个家庭，拢会使伫咱的信仰中间来彼此来成就，彼此来造就。其实这两种的神学这种洗礼的方法，其实拢有伊的道理，都有它的道理。这样，这个小儿洗礼其实表达的是上帝伊无条件的这个拣选，甲上帝的恩典。那因这个浸信会、浸礼派，他们的神学是强调人对信仰的认识，以及人主动来找上帝的这个心。其实两种方式、两种神学都有它的道理所在。当然，这
洗礼的问题，要有真侪值得咱的讨论来辩论的这个议题，包括说你在哪一个教会洗礼，所以你可不可以在哪里领圣餐啊，等等，这真复杂的关系吼。要毋过，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关键，就是伫咱是毋是有承认咱之间的关系。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教会领圣餐，代表说我承不承认这个教会是毋是有承认讲你是阮同款伫基督内面的兄弟姊妹？对神学来看吼，咱会使讲水会用水来行洗礼，甲用圣神的洗礼，伊分别代表是外在的仪式，还是说内在的属灵的经验？但是这两个其实并无冲突。伫《使徒行传》内面，《使徒行传》第2章38节内面，彼得佮呼吁人悔改，接受水的洗礼，然后因将领受圣神的文书。咱会使看到这个经历的这个表格，这样就是用水行洗礼，甲用圣神的洗礼，它有一些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看起来，敢若阮分别出有啥物差别，但是背后伊其实有伊的神学的意义所伫咧。咱咧讲，其实咱长老会洗礼到底算是倒一种吼？也是讲，咱要问讲，伫现代的教会，敢有分别这两种吗？其实咱若是有了解这个教会伊这个圣礼的这个发展，其实还真的有一点点分别吼。咱头拄仔有讲到这个长老会的洗礼是经过小时洗礼到坚信礼嘛，但是咱若是用我们可能就只是觉得说，就是你成年的时阵跟没有成年的分别这样。若是讲你是大人之后，你才来到教会，无这种小时洗礼跟坚信礼，就是直接成人洗礼嘛。那我们会认为成人洗礼就是已经等同于你是已经有经过这个坚信礼的过程，你嘛是会使做回来领受圣餐安尼。但是我们这个洗礼跟坚证礼的这个坚信礼的差别，就是它其实不是成年不成年的这个分别。咱若是对这个圣公会，因为我的身心是圣公会吼，圣公会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样一个是英国这个国教派啦，就是英国女王他们受的那个系统这样其实因的神学甲因的制度较像是天主教这个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们的这个洗礼的这个神学，咱来看可以看得更较清楚。意思是啥物呢？洗礼其实是信用的入门。我信仰，我觉得我受到上帝的呼召，我被拣选了，所以我从洗礼来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伊象征了伊的象征是这个罪的赦免、重生以及加入教会，也就是加入基督的身躯，就是加入教会。安尼其实圣公会因嘛接受这个婴仔的小儿洗礼以及成人的洗礼，因强调讲洗礼是上帝恩典的记号。用水甲三位一体上帝的名来行这个洗礼，安尼洗礼了后，信徒就会成做教会的一个成员。安尼坚信礼，伊是信仰的深化甲确认。通常应该是爱有主教来换手来进行。咱若是有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咱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意思。这个设计是有它的意义所在啦，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伊毋是犹太人，因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为什么？因为已经有用上帝奉耶稣的名行过洗礼，但是必须要有使徒靠因的中间来替因换手。这个领受圣神其实比较像是就是像是坚信礼，像是这个坚信礼安尼。那这个从我们长老教会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对这个罗马天主教还是这个圣公会他们的体制来看，就是坚信礼大概就只有主教主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对因的信用传统来看，主教就是使徒啦，就是使徒的传承。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天主教他们可能会有那个他们会觉得彼得是他们的第一任教宗，就是因为因是有使徒的这个传承来到因的主教的身上，所以主教来这个按手，象征圣灵的赐予，还有这个信徒他们的属灵因的属灵的生命的形式。因受这个坚信礼的人，一旦伊是公开来确认因的信用，因要来承担基督徒的责任。这个洗礼甲这个坚信礼，伊是互相来互补。
是洗礼是这个信仰的起点，跟信礼是信仰的这个深化，帮助信徒会使更较好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甲见证。换句话讲，跟信礼的重点无伫讲你是毋是会使领圣餐，也是讲你是毋是有接受圣神。当然，接受圣神是咱期待讲，咱透过这个仪式，咱会使领受到圣神。无论你是伫倒一间教会，伫倒一个教派来受洗礼，你所接受的是小字的洗礼，是成人的洗礼，也是跟信礼。当咱伫教会中间，咱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形式。咱承担基督徒应该来承担的责任的时阵，若是咱愿意伫教会中间来委身服侍上帝的时阵，代表有圣神伫咱的中间，伫咱的心中。咱愿意伫同一个教会内面做伙来领受圣餐，彼此共济道，就是代表咱是因为圣神的内住，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成做兄弟姊妹。咱相信咱所相信的吼是同一位上帝，同一位耶稣。咱嘛伫教会的生活中间彼此来接纳。若是咱有安尼款的合一的关系，咱真嘛自然个真做耶稣的兄弟姊妹，也个是上帝所疼、所喜爱的一件咯。各位兄弟姊妹，我相信吼，无论是伫社会，还是伫教会中间，咱常常会面对一寡的处境，就是咱的生活中间总是有大大小小无顺咱的意的代志，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就算咱认为家己已经非常的努力，嘛应该有具备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咱也是要是有可能会拄到一寡超乎咱的意料之外的危险，也是意外，完全毋是靠咱家己会使处理的。这个时阵，咱常常会期待有一个超级非常厉害的这个强人吼，可能是你的头家啊，也是总统啊，也是讲教会内边的牧师等等，伊讲一句话，大手一挥吼，所有的代志都解决了。其实这个亲像犹太人因对弥赛亚的期待，也毋过这个期待常常是不切实际，也是讲是一种错误的期待。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咱真紧常常会发现讲，这位救世主毋是咱一开始想象的安尼，可能不照我们的想象，或是他不是像我们以为的这么的完美。有可能是因为伊原本这个人原本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那有可能是因为伊伫众人的支持，这个拥戴之下，伊个迷失家己，家是讲家己真正是迄个有法度来改变世界、改变一切的人。这个时阵，行洗礼约翰伊的态度个非常的值得咱来学习吼，就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说，我来就是为了迄个将要来的耶稣来比办道路的，他的态度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等来到耶稣的身上，虽然耶稣来到世上确实改变世界，伊却毋是按照犹太人的期待的迄个方式。弥赛亚嘛毋是因所认为的这个带领军队来拍仗，来将国家对罗马政权中抢转来的迄个国王。实际上，对圣经来看，弥赛亚的身份上界重要的，其实是伊甲上帝的关系，嘛就是透过圣神降临来显示出这是一个甲上帝建立的这种非常亲密、非常紧密的这个连结呢。尊叹上帝的话，佫可以实践出来的人，对咱来讲嘛是安尼。咱透过洗礼，也是讲跟信礼来领受圣神，成做上帝所喜爱的儿女，显示出咱甲上帝的关系，嘛展现出兄弟姊妹之间彼此相疼、互相成做肢体的关系。实际上，期待一个有圣神甲咱伫地愿意尊叹上帝旨意的领导者，其实比起咱期待有一个敢若亲像救世主来跟横空降临的这样子的领导，还是统治者，对规个社会，还是对咱的教会，拢更较有帮助。我们要期待的，应该不是那种强人式的领导者，而是一个顺服在上帝里面、顺服伫上帝的
面顶愿意听探上帝的话，搁去行的人。我们要期待应该是这样子的领导者。面对这个困难甲挑战，咱总是会希望讲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领袖来解决一切。但是耶稣的来临，提醒咱真正会改变无伫即个外在即个权利，伊是内在甲上帝的关系。耶稣用性命来向咱来示范，啥物叫做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透过圣神，互咱成做上帝所听的儿女。洗礼甲坚信礼，毋敢若只是即个仪式，不是只是仪式，佫是咱甲上帝建立关系的记号。提醒咱讲，咱彼此是即个互为肢体，咱应该伫教会中来彼此相听，互相成全。真正值得咱期待的，毋是某一个救世主的降临来解决咱的问题。伊是咱家己是毋是会咱家己甲咱的教会是毋是会使真正活出基督的款式，成做圣神充满的见证者，互咱来带来听甲望。愿咱伫新的一年中间，咱重新来调整家己的期待。阮毋敢只是想要挖靠外来的即种强大的力量，而是透过咱家己的行为，咱建立甲上帝搁较亲的关系，咱来活出伊的旨意，咱来成做即个世代的祝福。咱做伙阿头来祈祷。天堂的主上帝，愿感谢学罗你，主你透过今仔日的圣经你的话语来提醒咱。主，阮嘛希望咱会使亲像耶稣共款，咱学习耶稣的款式，咱会使透过教会的生活，透过领受圣神，咱做伙来成做主你伫即个世界的光甲盐。阮将阮的敬拜、阮的领受、阮的学乐，拢摆咧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干纳。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全团队的正道，咱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教示。圣诗第154首，圣诗154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请坐，咱来准备今仔日奉献，请长番来当工来服侍，请咱用感恩的心来献给上帝。咱会众请起立，所以咱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即马是讲道的时间，请咱掀开周报的内页面，咱为着咱教会讲道的事件，伫教会意向是新传正信徒万民皆祭司，咱有4项要来祈祷。感谢上帝赏赐真理的神，带领引带阮证明一切真理，互阮通伫主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第2条是为着肢体率因得名丽水清光正受丽慧秀容张美书记以乐必莲道昭雅娜义君志坚英志淑慧请如即寡兄弟姊妹可能有着为身躯的有着代志，咱来祈祷。第3，为着台湾总统甲朝野党团伫人事宽刑甲逐项的政策的推动，会当按照上帝所欢喜的方向来努力。第4，为着世界上因为国族、宗教等等的因素，造成紧张的区域，譬如中东、俄乌、南北韩、海峡两岸，咱即寡代志来祈祷。请兄弟姊妹，咱来祈祷。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因为你就是宇宙的大主宰，出日也是落雨，炎热也是寒冷，拢有你的旨意。世间万事拢伫你的掌管中，我相信你要做王到万世代。慈悲疼痛的天父，
愿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心内操烦；也有人心神软弱，受捆绑，失去愿望；有人万事一直袂顺利，一直失败；有人可能失去亲人，心内悲伤。恳求天父，求你亲自来安慰甲引带，请你施展你的大权能，减轻因伫肉体甲心神的痛苦甲负担。求你照阮的需要来医治、坚固、补足阮的欠缺，互阮大家拢伫你的看顾下面得到满足甲平安。上帝啊，你一定会带领阮行过这死荫的山谷，带阮到青翠的草坡。阮也要因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吼，那后礼拜的事工的奉献，事工的事项，团结聚会，伫咧遮，咱大家拢有看，家己来看吼。咱教会的消息，第一条，本主任两位牧师缀信歌队退休会前往南投，感谢真家的传道师吼，来支援咱的舞港台，带来宝贵的信息。愿主祝福引带伊甲伊的家人吼，多谢第二，1月18拜六下晡3点会召开小会，下晡3点半召开中职会，请各位中职来留意。第三，2025年的爱餐零现款还未交的兄弟姊妹，请伫后礼拜日才交互干事，因为干事今日嘛无伫的吼。因为物价飙升，每一礼拜敢若6000块的爱餐预算，常常有抓襟见肘啊！这我有去查字典啦，台湾话吼，因讲吼爱用一句话叫做吼，生食都无够，哪有通拍官啦吼？这个来那个应对他啦吼。那个还佫有吼，这挑新妇无米煮无饭啦的困扰，啊对爱餐事工有负担的兄弟。欢迎你继续为着咱的爱餐来奉献，你就注明讲为爱餐基金奉献就会使啊。第四，请各团体会长、各部的部长，将2024年的事工报告，甲2025年的事工计划啊，甲预算，伫咧后礼拜日19以前交互干事，以方便因来后会手册来编印。第五，教会备办有青春春联。供咱的会友来使用，原则上是一家户领一张啦吼。啊，会后领会当去迄交台倒遐来摕。团结消息，1月11甲12，就是昨甲今仔日吼，信歌队有退休会，地点咧南投，咱2位牧师甲干事拢一同前往。第二就是拜五1月18号上午10点，咱双年团结伫1楼有聚会，主理是咱的姊妹牧师。奉献明细，咱家己看吼。因为即摆规定讲中间要写个签啦，所以刚刚看到3个黄签盒啦吼。所以吼，咱家己爱注意，咱家己有也无，若有毋对，也是闹交的，会当甲会计来登记吼，来更正一下吼。咱来吟上言。上言508首，天下万国万邦万民，会众请起立，咱来吟上言。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权能、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啊，咱众兄弟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咱礼拜到这煞吼，请密道闭会。